好来，继续来看南投的警方，深夜伫埔里中山路巡逻的时阵，发现一台载满着建筑废弃物的跳车的拖车，引擎无关就停伫路边。这个员警向前来盘查，驾驶煞吞吞吐吐，佮借口讲要行去3公里外超商来买物件。两个员警怀疑伊想要来逃走，马上甲阻止。这个驾驶煞拼力来滚龙，甲其中一个女警官弄倒。详细状况，请记者吴烈安甲咱报道。烈安，请讲。我嘛是甲你讲道理啊。伊引车驾驶面对2名员警盘查，非常不耐烦，不断的说自己要去买东西。走啊，我们过来啊！走。过来。还有机场嘛？来，配有机场来，因为机场来，我们过去那边走。车停在那里呀。100毛元。员警怀疑他想逃跑，两人一前一后将驾驶抓住，要求他回到车子旁，但驾驶突然奋力抵抗，更将女警撞倒在地上。他我同事哦，哈，同事啊，我嘛。是哦，你说你先左边，来，双手后靠，我在对你反口逮捕。驾驶被上铐才不再挣扎。这也是南投埔里2名员警在路上巡逻，发现驾驶将载满建筑废弃物的一引车怠速停在路边，上前拦查，驾驶却说不清自己要去哪，也不肯说废弃物从哪来，甚至意图逃跑。跟警方发生肢体拉扯，过程中我们有一名女警遭到推倒，并造成身体擦挫伤以及身上制服装备毁损。警方将他带回侦讯，发现车上废弃物没有标注来源的证明文件，怀疑驾驶是要半夜偷盗，却碰上警察才不愿意配合拦查。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情况，主播。